好，第二午安。好啦，咁啊，唔該，不開個 PowerPoint係啦。唔知大家知唔知道黎照宗嘅敬拜講邊個咧？咁應該都提示咗啦，因為講耶利米書啊嘛，所以就應該講耶利米啦，係咪啊？咁其實耶利米嘅侍奉人生或者歷程咧，都幾心酸嘅啊，因為佢嘅時代佢講嘅信息咧，冇乜人肯聽啊。咁啊，親眼見到自己國家咧，由復興去到滅亡，咁都係一個好傷感嘅事。係啦，咁我今日咧就會講耶利米書38章1到18節，咁會用環球譯本啦，你方面都可以用你和合本嚟對照。咁啊，主耶穌係真光，不過出面都好光咁樣，都係好靚天氣啊！咁有諗過啊，如果一日你返教會嘅時候咧，落緊大雨，有車行過一擠，我件衫濕咗。不過你咧就冇咁好彩啦，你唔係着黑色嘅衫，你係着白色嘅衫。咁你俾個車整到污糟咗，咁你返嚟教會嘅時候就冇心情敬拜啦？嗬？你估咧？啊！啲白衫白褲污糟晒，咁你就冇心情敬拜咧？咁又諗緊呢啲都係其實係小事嘅啫。咁但係如果你曾經或者你而家喺個困難裏邊，咁你每日嘅祈禱係向神苦苦哀求啊，因為真係有敬拜佢咧？嗬？甚至咩都唔做，咁又問近啲啦。咁今朝你翻嚟嘅時候咧，我哋朝頭早有擘餅啦，跟住而家就係講到聚會啦。咁你有冇敬拜過神咧？係咪都矛盾啊？你可以翻嚟擘餅，可以翻嚟聽講道、上完主日學，可以未敬拜過神噶喎。咁你講完道之後，可能你要更加明白。好，咁講翻當時嘅背景先。雖然好有複雜，其實都係簡單嘅。咁耶利米嘅時代就係差唔多去到國家滅亡嘅時候啦。咁係公元前588年嘅時候咧，咁巴比倫大軍咧圍困耶路撒冷。咁啊，神俾耶利米嘅信息咧，唔係得救嘅信息喎，喺個城咧會交俾巴比倫人，但係將來咧會復興。咁佢講起言論，皇帝既唔中意咧，係咪？大臣梗唔中意，仲打緊仗噶嘛？你話我哋嘅城會被交出，咁所以好多人對佢不滿。跟住咧係當巴比倫圍困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埃及咧似乎有援兵而到，所以巴比倫軍啊暫時撤退。哇！所以啲以色列人好開心，有啲假嘅希望。但係耶利米點講咧？又潑佢冷水。佢話敵人會翻嚟焚燒呢個城。哇！所以當時咧啲係權貴就好嬲，咁啊將耶利米咧就囚喺護衛兵嘅院裏邊。好啦，今日講嘅內容咧就係公元587年啦，即係亡國前嗰年咁上下啦嚇。咁巴比倫咧再次圍困耶路撒冷，局勢好危急，去到差唔多絕望嘅時間。咁耶利米講乜嘢咧？都係講啲唔好嘅嘢。佢話投降咧就生，唔係就死。呢個城咧會被焚燒。嗰個首領更加嬲，所以將佢抌喺泥沼裏邊嘅監獄裏邊。咁1年之後大概咁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啦，猶大國咧就滅亡。咁應咗耶利米所講嘅聖殿被毀，君王被擄。咁耶利米咧，佢雖然係喺個亡國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尼布甲尼撒王咧記起佢，所以釋放咗佢。咁佢就仍留喺猶大裏邊，同啲剩低嘅人民一齊。好啦，呢個就當時嘅背景啦。咁我哋睇睇啦嚇。有時諗緊敬拜神嘅時候咧，我就諗起你帶咩禮物嚟敬拜神。所以嘅以色列人敬拜神咧，唔會兩手空空嘅，一定有嘢獻過俾神噶嘛。所以今朝你擘餅嘅時候，你獻過咩俾神咧？
可能唱詩歌，你係真係好真心將首詩歌獻過俾神啦，即係都係好循例唱翻嗰啲你欠埋眼識背嘅詩歌。有一個人嚟敬拜神冇嘢獻嘅話咧，好似真係唔係好話嗰啲禮儀啊咁講。咁我諗緊耶利米被投喺個囚室裏邊，如果你話佢有敬拜神嘅話，咁佢可以獻咩俾神呢？嗬，呢就係第一方面要講。喺囚室裏面，原來耶利米咧都有嘢可以獻俾神。係38章1到6節，呢個咁講，佢話馬坦的兒子是法提雅，巴斯戶爾的兒子基大利，是利米亞的兒子猶甲，馬基亞的兒子巴斯戶爾，聽見耶利米對眾民宣講以下的話。耶和華這樣說：所有留在這城裏的人都將因刀劍、饑荒、瘟疫而死，係啲完全冇平安嘅信息。但出去投降迦勒底的人卻得存活，他們會撿回自己的性命，存活下來。耶和華又這樣說：這城必被交在巴比倫王軍隊的手中，他要攻取這城。我唔知如果你係當時啲人民，甚至官員首領，你喜唔喜歡聽個信息，叫佢哋投降？好啦，跟住4到6節啦。於是眾官長對王說：請你務必處死這人，因為他向這城裏剩下的軍兵和民眾說了這樣的話，使他們的手都軟弱無力了。其實這人不是為人民求平安，而是招災禍。喺佢觀念裏邊，你先知梗係要為我哋求平安啦。好似如果你請傳道人為你禱告，佢唔為你求平安，我咪嬲佢一世都未定。所以當時耶利米就面對咁嘅情況。咁西底家王係個點嘅王咧？你睇佢點回答就知啦。請你幫我讀第5節啦，好嘛？預備，請讀。西底家王說：他就在你們手中，我沒有能力做任何事反對你們。係個點嘅王咧？你咁睇就應該係一個好懦弱、軟弱、無能嘅王。個王沒有能力做任何嘢反對你哋噶嘛？咁即係佢好似唔係做緊王咁樣係嘛？好似個扯線公仔啫。不過其實咧，佢都幾聰明噶，佢又唔傻得晒噶。因為如果我整死咗耶利米，邊個負責啊？梗係佢負責啦。所以將啲責任咧卸咗俾啲首領，你哋自己處理啦。所以佢又有幾分聰明喺度。所以啲人咧有冇處死耶利米就冇喎，好得意喎嚇。他們就拿住耶利米，把他丟在王子瑪基亞的儲水池裏，那坑在衛兵的院子裏。他們用繩子把耶利米墜下去，儲水池裏沒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其實係個點嘅池咧，就唔好似我哋游水嘅池咁樣，而係咧佢係個口係好細嘅，下邊好大嘅，好似啤梨咁樣係啦。所以落於咁深嘅池嘅時候咧，用繩將耶利米吊落去。咁所以耶利米就喺個淤泥裏邊。咁呢個時候諗下耶利米當時嘅情況會點樣？點解佢哋唔處死耶利米咧？一陣間就揭曉啦嚇，唔通留守又唔係留守喎嚇。好，咁我哋諗翻兩個問題啦嚇，即係耶利米喺個衛兵院嘅囚室，其實佢有冇祈禱同敬拜神嘅咧？即係未落去淤泥之前嚇，有冇咧？咁我諗佢係一個先知，一定有。咁有冇敬拜神咧？如果佢敬拜神，佢獻咩禮物咧？你覺得佢可以獻乜嘢？你係佢，
你敬拜神，俾人困住咗，仲有咩可以獻呢？我話以忠心為祭，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耶利米知道所有人都憎佢，佢講呢啲唔平安嘅信息，其實啱相反就將平安要帶俾人民，唔希望佢滅亡，唔希望呢個城咧被燒。但係啲人咧唔肯聽，但係耶利米冇因為人人都反對佢咧，佢就改口，好似假先一樣，講啲氹人嘅說話。所以佢講出啲好唔中意嘅說話，第一說話嚟自神。所以佢講對神忠誠，所以雖然知道就係如果佢講真心說話咧，咁佢後果可以好嚴重。但佢仍然講，所以佢雖然被囚喺個初被囚喺個衛兵室裏邊，但係佢接觸唔同嘅人，佢都不斷講叫人投降，所以俾人憎惡。所以當你講真話俾人孤立嘅時候，我諗你可能試過嗰種感受係點樣？要忠心，我諗係一件唔容易嘅事。耶利米喺個時間裏邊，好相信佢冇苦哀求神，佢真係忠心傳講神嘅話。我就諗緊，當我哋翻嚟敬拜神嘅時候咧，需要一個咩心咧？就係敬畏佢嘅心。我中人講得好啊，佢話入屋叫人啦，咁入廟就拜神，翻教會都敬拜神啦，係咪？所以如果你去探人嘅時候，第一次去我哋通常會點樣噶？帶少禮物去啦，見到人啲親人都打個招呼啦，唔會完全唔出聲噶嘛，係咪啊？咁有一次聚會嘅時候咧，我坐喺度喺度聽緊道嘅時候咧，見到前邊一對年青人，咁咧就個男人坐得好唔定，佢喐嚟喐去，咁睇手機就唔係睇經文啦，當然係咪？咁睇翻啲 Facebook 啊、啲相啊咁樣。佢睇得好開心咧，咁遞俾隔離嗰個女仔睇，咁哇佢咧就當然喺聚會裏邊佢唔可以笑啦，係咪？但佢喐嚟喐去，哇！真係我睇一陣覺得，哇！真係唔好順眼喎。咁可以點樣做咧？你會點做啊？我就會伸住隻手搭落佢膊頭咯。哇！咁呢個男仔都真係好乖，即時收斂咗。雖然佢冇收手機冇。但係佢都冇再咁嘅動作搖嚟搖去咁樣啦，係咪？當堂收斂咗啊！咁如果聚會之後咧，我都同佢打招呼嘅。雖然我喺入邊啊，我話其實你翻嚟幾耐啊？咁樣，佢諗一陣，唔係好耐啫。咁我話咁你應該就微信嘅係咪？所以話其實你都可以耐性聽咁耐道咁樣啊。咁就完咗嗰件事。咁當然我希望佢再次翻嚟啦，但係希望弟兄們再次帶佢翻嚟嘅時候，唔係帶佢講道聚會。一個未信嘅人帶佢去講道聚會咧，就嘥咗個機會。應該帶邊度啊？福音班啊，係咪啊？預備班啊，乜嚟帶佢講道聚會咁深噶嘛？所以你話咧，佢個男仔就好差，即係喐嚟喐去。但係其實佢真係好耐，坐咗成個幾鐘頭喺度，真係好有耐性噶啦，係咪啊？都諗緊啦，其實我哋對神有冇公義嘅心？特別你知道神係真實存在，有時可能未信嘅人咧，佢唔感受到神嘅真實。正如耶利米時代一樣啦，啲人雖然聽耶利米好多預言，甚至有啲應驗咗，但係佢唔覺得神係咁可畏，佢仍然要選擇要聽平安嘅信息。我記得好多年前啊，咁咧就。來到就係我浸禮嘅時候，咁發生件事好得意。咁當年咧就我阿爸咧都有出席，佢當時未信，咁但係啲親人。咁如果浸禮翻屋企之後咧，佢就講啦，哇！本來去嘅時候咧都係好唔舒服，但係去完之後咧，哇！身體好似個肚唔舒服冇晒咁樣。
佢覺得神幫咗佢咁樣。但調翻轉咧，一個好強烈對比，你係親人，你係親人都有去，但係佢咧仲冇入去個會場裏邊，喺出邊等。咁完咗個浸之後，佢就幫我哋影相。可能當時嗰刻佢對基督教都有啲抗拒，咁但係佢又肯嚟我參加我浸禮喎，我真係喺出邊等，有一日影相。不過嗰次咧就好特別，佢完全影唔到相，因為當時時代仲用菲林時代㗎，佢竟然上唔到菲林啊，上唔到菲林啊，所以一張相都影唔到出嚟。佢第一次係咁失手。喺嗰刻裏邊，我有好深嘅反省就係，哇！原來神咧真係好可畏、好真。但好可惜就係我哋好多時都冇諗到神係咁真實。啊，好多時就係神有神講，我哋有自己行。如果神俾你所求嘅平安咧，你咪求第啲嘢咯。一般人都咁樣，所以基督徒都可能咁樣。咁所以當我哋去到神面前嘅時候，我哋係好似啲首領一樣，即係求平安。因為去到神面前嘅時候，神感動我哋乜嘢，我哋衷心去講咧。咁當然俾人孤立咧，係真係唔容易。不過咁恭敬呢兩個字嘅時候咧，咁我退休都有反思，反思翻以前所做嘅所作所為啊。信咗主之後所作所為。我記得一件往事都幾特別，都真係好深刻。咁當時都仲係做緊地盤啦嚇。咁有一日咧，就上司就通知我話星期日咧就要一個大嘅工程，咁我要睇住啲判頭去做嚇。佢哋要封條路喺鰂魚涌，鰂魚涌站啊，封條路。因為當時未有封鰂魚涌站，我起緊。不過揾個大型嘅吊臂機。將部小型吊臂機吊上去平台，再用小型吊臂機咧吊啲係冷氣嘅機械入個站裏邊，所以要封路，所以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咁但係當時咧，我就同上司講，我要返教會喎。咁上司又真係好好啊，一放我走。咁但係事後諗翻咁一年。唔會太過分，你諗下，唔會太過分。我有時當我哋要跟隨神嘅時候，係咪有啲又過分咗，冇咗人情味？呢個值得我反思。即係當時年少有一個好強嘅心要跟隨主，所以咩都唔諗，就覺得我要返教會，有啲事我要做。但係冇諗到人嘅感受係點樣，所以係咪過分咗咧？咁樣嚇唔知啊，可能撞翻個時候先問翻，當年我咪過分咗？但係問題喺嗰刻裏邊，自己覺得係自己一個好基督徒，好認真嘅基督徒。好啦，而家退咗休啦，咁即係有啲嘢改變。啱今年清明之前咧，咁啊有親人去掃墓。咁個墳墓咧就係我太太媽媽，即係我外母外父嘅墳墓啦，就喺近邊界入邊嘅。咁平時真係比較論盡啲去嘅地方，所以佢哋約咗星期日去。咁星期日我翻教會嘅，雖然退咗休係咪？咁所以我做一個選擇，我就翻到第二間教會嘅早堂。翻完早堂之後咧，就參加嗰個係掃墓啦，就趕去上水嗰邊咁樣啦。可能已經成2年冇咁做咗，因為做傳道真係行唔開。但係當退休嘅時候，諗緊，其實我都要顧及我太太嗰邊親人嘅感受。你嘅出席係代表你係重視嗰件事。當然我哋嘅人情味咧，就唔係只係掃墓嗰刻表達，而係喺平日生活裏邊，我都會得閒嘅時候約佢哋親人去飲茶。所以喺成個家族裏邊，當我哋掃墓嘅時候咧，係我哋一家3口，即係冇裝香冇，其他人都係裝香拜咁樣啦嚇。但係咁一年裏邊係冇一句説話聽過，可能屋企人會尊重我哋信仰啦。但係我覺得就係唔係硬邦邦咁樣，即係堅持啲嘢，
而少一份人情味。所以退休俾我一種嘅反思。但係無論如何，就係睇翻耶利米咧，佢唔係一個硬邦邦嘅人。啊，應該會講到，其實佢好有人情味。但係喺要堅持嘅事情上邊咧，佢真係好堅持。但係呢種孤單，我諗係唔一般人可以感受得到。個代價有幾大咧？啊！咁喺1962年嘅時候咧。咁日本有位係歷史學家，咁佢係編寫高中課程。喺1962年嘅時候，佢所編寫高中課程裏邊咧，其中係涉及到南京大屠殺。咁佢中殺嘅寫咗之後咧，幾年之後俾人就1962年時俾人撳咗、刪咗。所以1965年嘅時候咧，佢就上訴去法院上訴，經過32年嘅糾纏官司。終於喺1997年咧判呢個嘉永教授咧勝訴。咁日本政府要賠翻40萬日元俾佢，其實即係等於2萬都港紙啦，係咪？一筆唔係好大嘅錢，但係肯定咗佢嗰種係忠於歷史。但係諗翻一個日本人要堅持一個歷史。佢面對咩壓力？佢會付上咩代價？我覺得真係好唔簡單。所以無論喺個時代裏邊，人都希望聽一啲好聽嘅說話，但係當你要堅持嘅時候，可能個代價係令你覺得係好難接受都未定。嗰種孤單係令你真係好難去面對。咁耶利米佢喺個囚室嘅時候咧，佢用忠誠獻過俾神，呢個係佢對神嘅祭物。所以喺我人生裏邊，我哋除咗撒奉獻之外，你仲有咩獻過俾神？你今朝有冇敬拜過神？第二本你睇。咁耶利米喺個泥沼裏邊，咁佢係咪真係先知？人知唔知道佢係先知咧？嗱，如果做咁畫呢幅畫嘅話咧，你唔知道個老人家係咩人，係咪？咁所以有啲畫咧就好得意噶，佢哋會畫咩啊？畫啲光環，呢個係聖人，呢個係先知，畫啲光環。咁俾人知道咧，佢畫緊嘅係個先知或者聖人。咁耶利米頭上就冇光環嘅，得禿頭啫，係咪吓？咁點知佢係先知咧？正如一樣啫嘛。你唔掛十字架出嚟，人點知你基督徒咧？憑咩知道咧？我睇睇啲人會知道耶利米係先知。783節。好，咁你幫我讀第9節啦吓，我先讀。正在便雅憫王正在便雅憫門坐着的時候，古實人官員以伯米勒在王宮裏聽見他們把耶利米下在儲水池裏，就從王宮裏出來稟告王說：請讀。於是王吩咐古實人以伯米勒說：你從這裏帶30個人去，在耶利米先知還沒有死掉之先，把他從儲水池裏拉上來。點解啲人早先唔即時處死佢咧？因為唔想自己雙手染血嘛。當時城有饑荒，一般人都冇得食。佢抌咗呢個池裏邊咧，根本唔會俾嘢佢食，等佢慢慢餓死。我唔知佢有冇水飲。所以呢個係外邦人、外族人、古實人咧，係當時喺皇宮裏邊可能係有一個係好高職位，所以就直接見王講呢件事情，希望王咧處理。
過喺呢段經文裏邊咧，我見到有兩個字咧好特別。邊兩個字咧？就係先知兩個字。因為古撒人稱耶利米做先知，呢個咁軟弱嘅王咧，你稱耶利米做先知，真係好特別。啲人唔當佢係先知，所以要慢慢等佢餓死。但係當人知道佢先知嘅時候咧，有觀念就改變咗，想救佢。咁諗緊點知佢係先知咧？我諗認識個人咧，可能要從佢講嘅說話啦，甚至係生命嘅特質嚟睇。所以耶利米係一個好忠誠嘅人，被迫害，但係佢唔會講假話，佢忠誠傳達神嘅信息，係一個生命嘅見證。佢生活方式都係好特別。我哋睇埋下邊先，再講佢點特別啦。OK， 好啦，講埋下邊先。咁呢個以伯米勒點救耶利米咧？就11節話啦。於是以伯米勒就帶人進入皇宮，到儲物室下面，從那裏取了些碎布和破爛衣服，用繩子墜下儲水池給耶利米。我留意第12節，好特別。咁古撒人以伯米勒對耶利米說：請你把這些破布和爛衣服放在繩子上，墊在你的兩翼下。耶利米就照樣做了。於是他們用繩子把耶利米從儲水池裏拉出來。耶利米仍然留在衛兵的院子裏。點解要戰住啊？留意啊，城有饑荒，佢雖然俾人捉咗喺囚室裏邊，一日得個餅食，所以佢係缺乏營養，骨瘦如柴。你咁扯佢上嚟咧，可能會整傷佢。哇！所以以伯米勒咧係真係好細心，竟然神有一個外邦人關心佢嘅僕人，呢個真係令我哋覺得係神啊！你真係好奇妙，有一個外邦人關心佢神嘅僕人，救佢出嚟。而當時嘅王咧，佢醒覺到呢個係先知，死咗咧佢要上身嘅。因為神係真噶嘛，所以佢咧就咩啊？派咗30人去救耶利米，使唔使30個人拉佢上嚟啊？其實做勢，成隊兵咁去咧，冇人敢攔阻，一俾人知道就係神睇重呢個人，唔好再搞佢。所以王咧真係有幾分聰明。咁王或者以伯米勒點知耶利米係先知？喺最孤單嘅時候，好多人反對嘅時候，佢仍然傳講神嘅話。因為話耶利米係流淚先知，唔單止佢傳講嘅時候帶着神嘅憤怒，但係講到呢個城會破，而且百姓同胞受難嘅時候，佢會喊，係一個好豐富感情嘅人。佢唔係一個硬邦邦之後真理嘅人。佢係好關心自己同胞，所以成個生命嘅表現咧，見到佢係活出呢個信仰。唔單止咁樣，當之前佢被囚嘅時候咧，喺個護衛兵嘅院裏邊，咁神就提佢啦：有一日你嘅親戚會嚟，你侄會嚟，叫你買田，咁你照買。其實我諗當時耶利米係好唔想咁做，因為成個猶大都會俾巴比倫蹂躪，咁買塊田做乜嘢？但係耶利米真係好順服，去照做。咁所以當佢嘅侄嚟嘅時候咧，話佢哋要賣田啦，咁應該你打佢屬呢塊地。咁所以耶利米就當眾咧剩咗銀紙俾佢，跟住當整完屋契之後咧，神要感動佢，提醒佢，呢屋契會擺喺個缸裏邊保存多日好耐，直到耶路撒冷或者周圍嘅城市咧，再有人做買賣為止。
去宣告神嘅恩典。所以耶利米佢嘅生活唔單止係停留喺一個信仰嘅層面，佢喺生活裏邊咧，佢好信服神，活出嘅信仰。初初明知道好似將錢抌落鹹水海一樣，埋落地裏邊，但係佢照去做。所以佢嘅忠誠，令人睇見就係佢嘅生命活出一個先知嘅見證。咁我哋諗一諗，咁當耶利米喺個泥沼裏邊嘅時候，佢同神嘅關係可唔可以保持咁親密咧？佢喺泥沼個當中有冇敬拜神咧？當然你唔敢話佢冇敬拜神啦，係咪啊？但調翻轉，如果你喺個泥沼裏邊好肚餓，唔知有冇水飲，等死嘅時候，你做啲乜嘢咧？你咪即係苦哀求神救你咧？詩篇25篇14節咁講，耶和華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顯示，話般譯做咧，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與他們認識他的約。意思就係神將佢嘅心意向敬畏嘅人表達，神嘅心意想點，甚至神對呢個人呢有咩計劃啊？所以甚至當你同神嘅關係親密嘅時候咧，神同你之間有個約定添，神同你有約。耶利米點解能夠準確講出預言呢？唔講錯，因為佢同神關係親密。無論喺護衛兵嘅囚室裏邊，喺泥沼裏邊，佢同神係保持一個緊密關係。不過最奇怪就係喺耶利米書嗰段經文裏邊咧，冇講到耶利米講咩說話，佢就默埋喺個井裏邊，嗰個儲水池裏邊。詩篇62篇1節咁講，佢話我嘅心靜默無聲，唯獨等候神，我的拯救從他而來。耶利米冇苦哀求，喺度等神救佢。佢知道佢嘅使命未完，佢默默等候神。所以話雖然耶利米喺嗰個泥沼裏邊，但佢同神有一個密切關係。佢唔係苦哀求，佢係信任呢位神。呢度俾我睇見咩叫敬拜。真正敬拜係將我哋帶去與神親密。我哋敬拜神，向神禱告，唔係即係將你求嘅嘢講俾佢聽，唔係。耶利米個敬拜係超越敬拜嘅儀式。根本喺井裏邊，可以咁講啦，佢唔可以瞓低瞓覺，因為周圍都係泥沼，唔知泥沼幾深。可唔可以好似我哋咁樣跪得到佢咧？可能都未必可以。但係喺個咁惡劣環境底下咧，佢同神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雖然聽唔到佢講乜嘢，但係心靈裏邊佢係敬拜緊神，信服神嘅安排，信任神嘅拯救。呢個係真實嘅敬拜。所以弟兄姊妹，我唔知道喺人生裏邊有冇遇過好難嘅時間。喺咁難嘅時間裏邊，你有冇敬拜神？即係已經放棄咗。我記得有一次喺預備喪禮嘅時候咧，咁啊家屬講到佢嘅爸爸嘅見證。佢爸爸都係離世之前信主啦，咁啊就其實都當時都好辛苦。咁一樣嘢好得意就係佢爸爸好似有好頑強嘅生命力嚇。咁其實已經係幫佢灑水啦，佢已經係真水煮啦。但係經過2次急救咧，佢仍然唔想死，仍然去撐住啊，又醒翻。屋企人覺得就係點解佢唔想死咧啊嘛，所以但係佢10日後講唔到嘢啦，係咪？屋企人就問佢啲嘢，就第一樣嘢去點頭。有咩放唔低咧？就係佢好想未世親人信主，呢個係最大嘅心願。
所以當信主嘅親人知道佢心意嘅時候咧，叫佢放心啦，佢哋要繼續去做努力向呢班人傳福音。咁佢咧就喺下一次危機裏邊咧，真係安息主懷。我諗緊呢個係初信嘅人喺個危難裏邊插住喉，我諗佢未必識點禱告，佢都唔知咩叫敬拜。喺個病床裏邊，佢同神一個好親密關係。佢明白知道自己如果今晚離開世界，佢去邊度？但係就有啲女或者其他親人係未信主，佢好掛住，佢好想表達呢個心意先離開世界。所以你話雖然人可以俾病困住，俾張床困住，但我心係可以向神敞開，同神係好貼近。呢個係超越咗我哋而家嘅敬拜。其實我哋生活裏邊都係需要咁樣。你未必有機會即刻跪低或者點樣去禱告。可能喺你最惡劣環境底下嘅時候，你諗翻神喺邊度？神喺我身邊拉住我，我可以繼續撐落去，同佢一齊行。雖然我哋唔識講好多嘢為自己禱告，但係你係拉緊神，同神黐埋一齊，都有親密關係。好啦，仲有一方面，牢獄中嘅聖所。耶利米被囚喺個監獄裏邊，從監獄去嚟嚟去到監獄，佢點敬拜神嘅咧？監獄會成為一個聖所，佢同神可以好親近，去面對面見到神。好啦，最後一段經文。好，咁我哋輪流讀啦，好嘛？我先讀。後來西底家王派人去把耶利米先知帶到耶和華殿中的第三道門那裏去見王。王對耶利米說：我要問你一件事，你不可以向我隱瞞任何事實。請讀。耶利米對西底家說：如果我告訴你，你就一定會殺我；如果我勸告你，你也不會聽從我。於是西底家王私下向耶利米起誓說：我指着那賜給我們生命的永活的耶和華起誓，我決不殺你，也不會把你交在那些企圖殺害你的人手裏。當時差唔多去到城破嘅時間，所以西底家喺個完全絕望底下咧，佢再次揾耶利米求問，因為呢個人係先知。不過選址咧，見嘅地方好特別，係耶和華殿中的第三道門。其實喺一個咩地方咧？喺聖殿咧，原來有一個可能係比較隱蔽嘅門咧，係通向皇宮，嗰度好少人到嘅地方。所以西底家就喺聖殿一個隱蔽嘅通道附近咧，見耶利米。咁當然佢揀嘅地方，第一方面就係唔想俾人知道佢見耶利米，因為一般人都認為耶利米係賣國賊。你見佢嘅話咧，會影響班大臣點對你。但係點解揀呢處地方聖殿中的第三道門呢？因為靠近神多啲啊嘛，聖殿係一個神聖嘅地方啊，所以西底家就揀一個神聖嘅地方見耶利米，希望得到神嘅指示。你諗真下咧，其實係一個好大諷刺嚟噶，係咪啊？就代表緊亡國之前咧，以色列人嘅信仰，佢哋唔係唔要神，不過佢哋係好叛逆。神有神講，佢行佢嘅路，但喺形式上邊咧，佢冇停止敬拜，但係心咧就遠離神，就當時嘅情況。點解揀呢度咧？靠近神聖嘅地方，靠近聖所，係咪神會聽到多啲？係咪神嘅憐憫會多啲？我諗唔少人係呢種嘅信仰嘅迷思或者迷信，
最後啦，17、18節，我讀一節，你讀一節啦嚇。耶利米對西底家說：耶和華萬軍的神，以色列的神這樣說：你如果出去投降巴比倫王的將領，你的性命就可以存活，這城也不會被火焚燒，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存活。耶利米從始至終都係傳講緊神嘅說話，呢度係個特點嚟。所以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啦：邊個係真正敬拜神嘅人？西底家王咧，佢假嘅地點係聖殿，喺聖殿範圍求問神。但係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佢人咧去咗聖殿範圍，但係心咧點啊？離神好遠。咁耶利米咧，所以喺囚牢裏邊，但佢得到神嘅說話，同神一個緊密關係。所以身咧就喺囚牢，但個心咧係同神貼近。咁我諗翻就係一個真正敬拜嘅神，其實有咩嘅標誌或者特色你認到？就喺艱難中嘅時候咧，原來我清楚講出神嘅心意，信任服從並遵行佢嘅旨意，就係要依種嘅敬拜，唔係即係形式嘅唱詩啊讚美咁樣，係從生活裏邊活出呢個信仰，甚至乎好大代價都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係一種點嘅人？你係咪一個真正敬拜神嘅人咧？你係似聖殿當中嘅西底家嗰種係形式嘅敬拜已經好滿足到你，抑或喺囚牢裏面嘅耶利米咧，雖然被孤立，要付好大代價，但係你係願意跟從神。佢喺生活裏邊邊度係你聖所去敬拜神咧？即係只係一個禮拜翻嚟教一次，呢度當係你嘅聖所啦。有首詩歌咧，可能唔少弟兄會識唱，叫做我心靈得平安，得安寧。咁其實咧，事情發生喺幾時咧？1873年，話成100幾年前㗎啦。有一個美國律師，佢簡稱就係何瑞修啦。咁係一個好愛主嘅基督徒。咁但係有時真係愛主基督徒咧，唔一定係平安順利。所以有一年咧，就係佢投資嘅地產咧，個區域咧起得一場好犀利嘅大火，佢啲投資嘢燒晒，所以差唔多成生人嘅積蓄咧冇咗大半。唔單止呢個打擊，佢本來有5個仔女，唯一嘅仔咧喺一場疫症當中死咗，亦都喺嗰年發生。咁如果對於一個愛主基督徒咧，可能你會問好多問題。但係2年之後咧，佢諗住帶太太啦，同埋4個女咧去歐洲支援慕迪喺歐洲嘅佈道會。但係所以買晒船票，準備出發之前咧，公司有急事，佢就留低。所以佢就叫太太帶住4個女咧先去。但係個船喺海中裏邊咧，好大風浪，俾另一架船咧攔腰撞斷，跟住沉咗。所以何瑞修佢收到電報，只係我得救，佢就發出嚟。哇，其實真係好難過，即係4個女死晒，所以佢即時抌低所有嘅嘢，坐船去英國同大家會合。咁喺船裏邊咧，唔單止佢，有其他一啲人咧，都係佢親人喺海難裏邊喪生。去到昔日沉船嘅地方嘅時候咧，船喺度敲佢門，佢呢度就係你嘅親人遇海難嘅地方。哇，其實喺個地點裏邊，咁如果係你咩感受？係一個好黑暗、好大爭執嘅地方。
可能你會好多怨言。我咁愛神，都搞成咁樣。可能你會責備自己，如果同個太一齊去，最低限度救翻一兩個女咯。但喺最黑嘅地方裏邊，如果成為佢嘅聖所，喺個刻裏邊，神同佢講說話。所以嘅詩歌《我心靈得安寧》咧，佢就咁講：佢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又穩妥；有時憂傷來似浪滾。不論何境遇，主已教導我咁講：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喺最黑嘅地方裏邊，佢同神好接近。嗰個遇難嘅地方就係佢敬拜神嘅聖所。佢冇再對神埋怨質疑。佢今日神當受人攻擊嘅時候咧，神成為佢嘅保護。今日神佢嘅重擔，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孭晒。佢今日神自己將來盼望可以再見班女。有詩歌係11世紀被譽為最感人嘅詩歌。我諗緊原來今日敬拜唔單止喺禮拜堂裏邊，又甚至喺你最失意嘅地點裏邊，嗰度可能係你聖所都未定。所以一個總結，咩叫敬拜咧？咁樣敬拜本質係超咗環境嘅，係以心靈同誠實去信任服從神對我哋人生嘅安排。好多人生嘅安排你真係唔滿意，一係咁樣，但係你唔好質疑神，你信任佢，佢有最好安排，佢知道你嘅需要。第二方面就係呢個老人家啦，或者講得好俗呢個老嘢啦吓，佢偉大喺邊度咧？喺佢最不堪嘅環境當中，佢活出最純粹嘅信仰。咩叫信仰？咩叫敬拜？你睇耶利米。所以唔知道今日真正敬拜有冇喺你生活裏邊活出嚟？王明道先生咧係被譽為中國教會嘅巨人。你知唔知道佢第一個侍奉工場，神要教佢學習忠心同謙卑係喺咩地方？你睇佢傳記50年來咧就會知道。佢當時咧寄人籬下喺親戚屋企打理家務3年，真係好唔容易。第一個工場正係神要佢學習忠心同謙卑嘅地方。喺人生裏邊，我哋真係面對好多意想唔到嘅嘢，但係記住就係真正嘅信仰，即係敬拜，係會喺生活裏邊，唔係就喺禮拜堂裏邊。我一齊禱告。天父，我哋再一次獻上感恩，因為你係嗰位信實嘅神，你係隻眼看顧住跟隨你嘅每個弟兄姊妹。再知道喺個時代裏邊講真話嘅人，好多時都係唔受歡迎。跟隨你嘅人，好多時都係孤單，有時真係會失意。但係多謝主，透過耶利米提醒我哋，唔單止係有硬邦邦嘅真理，亦都有同神親密嘅相交，為人流出嘅眼淚同埋同情。主啊，幫我哋學習喺生活裏邊活出一種信仰。喺生活裏邊同你同行，無論喺咩嘅境況底下，可以用真誠嘅心靈敬拜你。係聽我哋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名，誠心所願。